来，搁说入去拼演技来，拼大家对俗语了解，来俗语讲了好。小哈是一个真热心助人的人，定定伫个路上看到一寡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就会马上跳落来处理。这一天，伊交同款热心服务礼面的李长伯啊，行伫个路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哇！哦，李长伯啊，嘿，你看那遮侪人咧排队啊，你是咧排什么啊？哟，啊这人咧排队，毋知咧排安怎你也知？系啊，我咧想应该是排一寡足好食的物件。嘿，你讲话你会使开较落来无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应该是咧排一寡足好食的物件啦。哟啦，还是无啊？我咧讲话都忝的。嘛，歹势，阿妈，阮今啊，日生。我脚甲拍开咯。对，多谢多谢。你看咱台湾人都是爱食一寡迄珍珠奶茶啦，啊，什么乌糖粿啦，乌糖粿，啊，个什么比咱面更较大的鸡排啦。你是讲麻糍哦？鸡排啦，鸡排你别用台语你问我嘛。哦，歹势，我专规矩，还会礼面呢。啊，我一个外省啊，讲台语讲安尼会袂歹啊啦。你讲这排队我是个人安尼干。我安尼自少年甲老，我就讲嘛，啊，这排队拢有发生一个问题，叫做插队。哎呦喂啊！我上讨厌插队这件代志啊！对啊，顶解吼，我看到一个人吼，安尼看起来嘛是缘投哦，而且这少年啊插队呢，我随过去甲处理甲交。我记得今日个站的吼，别，咱袂使甲凊彩甲人站，啊，就是甲交，啊，伊就知影家己唔对啊。你这人算讲，你算见义勇为啦，你这个行为真正有够在后届。后届你顶换你出来说啊，唔敢，我就对你去。排足久的啊，排排直掉哈。哦，足忝，足忝的啦。徛足久的，真正徛足久的哦。我适合啦，你看，你看到无？迄个光头啊，迄个手，直甲头前迄个小姐甲摸，安尼摸，看到无？行较近，看较详细。哦，行。有影，你看查甫的手，哎呀，好看迄个面，安尼，一看就是一个色人的款啦，啊，手开跟乱摸乱来，太高贵，迄伤咸嘛啦，嘿啦光头白日安尼，啊，到路边安尼望来望去，敢袂好过一招啦。而且你看，遮侪人在看，拢无人甲伊阻止呢。哎呦，安尼受限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定要跳出来甲阻止，好不？我来处理，你边仔看就好啊。好，我来处理。先生，安怎？那有树啊，伫遮。嘿，树啊来讲话。你的手拄则是咧创啥物啊？我无啊，我个你什么什么？你拄则甲这位小姐甲直直摸乱摸，你拢有看到哦？有看到哦？伤过分啦！你人都足大场的，你起码你戏个莫歹人个啦。哎呦，李长伯啊，这种人哦，咱就要甲伊大声讲出来，安尼伊就会歹势，以后则袂唔敢搁安尼做啦。这张树啊，系啊，啊你爱听迄个老大人的话嘛，对无？讲话遮歹啦，啊我手也无安怎啊，对无？无安怎？来，你看，你证据确凿，讲无，你讲无，我拄则就看到你的手安尼摸，就爽的，迄目睭拢闭起来咧。我我嘿啊，伊的是我伊安尼。啊，你去啦！小姐，嘿是，我问你，嘿，拄则这位先生是不是甲你直直摸，啊摸啊，直直摸就对啊啦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足无爽快的，对无？是啦，一直甲我懵啦。对，有啦。人拢讲啦吼，叫警察，打电话110。小弟哥，你是啊，啊，毋过伊我男朋友呢？嘿啊，
伊安尼甲我摸是，阮排队排足久，骹足酸的，脚嘛足酸的，伊甲我抓零一下，我安尼感觉足舒服的啊！你甲我男朋友讲安尼，甲伊讲袂使啦。这是恁男朋友。系我男朋友，我要结婚啊呢！我要结婚啊！法师袂使结婚哟。你平常是毋是最爱食一寡控肉饭、迄腿裤物件？无那会吹啊，毋对。人食较油。哪呢啦？你丢背我甲你讲，你唔爱啊冲动哦，什么代志都问我清楚。你去就讲戏叫你都无啊，代志都看清楚去甲人讲迄落。你这真正是哦，扣着死后。来，到第二句的俗语，听到？那有变。较紧嘞，咱拔较紧嘞哦。啊，你去这准备协同啊？不，你讲我明明看你甲伊摸，点解我摸了？啊，卡通讲摸，直摸，我讲无。你讲无？这真正无啊，真正无。无，你，你啊，你啊，几遍？你唔好你问我这对你白听。哎呀，唔是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咱就下一个。哎，老大人安尼，你啊，这歹人，我来不对来，你莫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，我问你，小姐，你拄则是家己摸，家己直摸。有啦，伊有甲我摸啦。哎，都有啊，叫警察来，无啦，先生，啊，毋是甲我摸啦，伊是把我抓零啦，因为我男朋友啊，男朋友啦，嘿啦，你甲伊骂毋是啦，嘿，我男朋友甲我安尼抓零，用徛足久的排队啊，这间足侪人的啊。这是你男朋友？我男朋友啦，我要结婚啊呢。讲结婚？嘿啊，你甲我安尼骂，安尼你敢唔敢摸我啊？你贴啊，好啊，我包3000啦。3000了，我袂莫讲3000啦个代志啦。迄都过去，我都讲你讲做的时间冲动，较假啦。你安尼问看清楚，问上头讲大细声，安尼卡袂着，你就安尼戏个，你真正一个好大家在哪老？听有无？无。好。哇，是足困难的。应该对你来讲，逐项拢困难嘛。早知影我就好好拍球好啊。来，拄在这情形，人个明明是伊的男朋友哈，伫安尼安怎这是正常代志，就问我清楚了，再去讲要大细声。伊这个情形，咱第一句讲扣着死后，第二句好大家赛哪老，这两句。伫做这情形，你感觉是第一句的扣着死后举手？两个，来，你两话为好。来讲一个理由。就是讲吼，咱足欢喜的看到一件一个代志，咱看到是哦，遐有一个敢若捡到什么好代志啊，因为我足热心呢，对无？敢若吼，这件代志我一定爱管吼，今日捡我拄到啊，我就一定爱管啊，这个好我若是看到，我就一定爱捡，同款的意思。我听无啦。这个我也是听无。对，我嘛听无。但是我看这个字吼，捡到死后，安尼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你举手就举喏。我接落去讲啦，就是伊看到这只猴伫遮，哦，冒死啊，叫啊死的，哇，无效。我接落去讲，所以恁三位愈查某囡仔竟然是好好大家赛哪老？赛哪老对，我有原因的，这个是爱安怎讲呢？个刚刚咱去拍牌，咱摕起来这个牌足水的，毋过互我拍到起了，这意思是讲这只鱼啊足水的，啊大家唔黑白台啊大家伊迄种尻川拢扮屎安尼，本来好会使食伊，叫我用甲拢袂使食。甲什么？甲拄有什么关系？哈？甲拄有剧情有什么关系？咱搭拄伊的经营就是安尼，本来啊，恁伫遐迄讨论这个代志是好意，啊，毋过你无问清楚，对，啊，个安尼骂。好意变做歹意啊啦，骂唔对人啊，对啦，是不是欠亏啊？袂有啊，恁应该赞成伊的讲法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老师请。哦，小寇足厉害呢。这个另外补充一下，这猴吼，这算上天赐咱台湾一个正珍贵的资产。因为伊的血吼，
是迄个蓝色的。嘿，普通咱咧做生物实验时，咱动物的血拢较红色较落，所以有时咱物件甲煮了了吼，内底安那反应咱看袂出来。毋过效伊的血是，若是毋过小可汤光，所以内底进行什么反应吼，会当用遐物件安尼甲看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科技的技术呢。啊，另外伫讲迄个捡到死耗吼，咱咧讲好歹运呐，好运的着。西青，歹运的着王大会，莹莹，拢会使吼。啊，其实是讲这个好歹离运啊，像讲青面鸟拄着死鸟子，这是好运啊，歹运。好运啊！嘿，啊，捡到宝离运嘛是好运。啊，捡到死耗，因为这是足珍贵的物件，所以捡到死耗是讲你好运呐。所以应该照小可的意思，你讲明明这耗是足好的物件，结果互你这个两公的总破西哦，糊涂总破西用甲。大家屎拢流出来，根本就袂食一啦。所以讲做代志吼，学都无济啦。啊，用代志用甲歪个起错安尼啦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就是小可伊所解说。好，大家屎哪流？哇，这早一点我唔知影人细汉吼，学本过遮好，来，这破声互小可来嘿。